早上啊，而家係1月7號嘅5:49，而家拎住個行李，而家準備去邊度？拎件行李就去台灣，去台中嘅今年嘅2026年嘅第一步，去台中，咁就等第一班車去台中去搭新線 A28交叉，係啦，停埋45分鐘到機場。睇下咪45分鐘，等陣都要計一計時，係啦，49、50，係啦，10分鐘到啊，搭車好到。去車度58分，車度20分，就差會用幾耐時間？會嚟到呢度，跟住幾耐時間？出發行車，睇下啲站會快啲。10點7嘅機程，係啊，5點幾就出發，因為早啲去啲嘢，要充啲時間。7點03分，好，1號客運大樓，2分鐘之後到。時間上咗，真係好快。我唔記得我搭幾上車啦，總之而家7點03分到啦。喺呢度睇住2分鐘，2分鐘之後落站落車，咁都算快嘅。但係星期1至5早上都差唔多1至5，後嗰就冇啦。我咁快食埋個早餐喺裏邊，準備登機啦。到啦，落機，兩公交車，要轉車，要搭1個鐘頭車去到酒店放低啲行李，係啦，咁就到咗台中呢度啦。好，發個行程，到咗個酒店 check in 啦。而家呢度係 Oda Hotel， 係啦，係啦，放埋個幅相俾大家，咁就 check in 啦。到呢度，好啦，酒店過嚟呢度行過嚟咧，要20分鐘左右，所以都算係咁啦。行到過嚟都肚餓，所以喺度揾嘢食嘢，掃街下。都應該上網睇話好長嘅，咁我睇下揀咩食下，同埋下都好 international 嗰啲嘢食，乜多嘢有嘅。我見係啦，陣間影到咩食咩啦，影俾大家睇下。試下呢一個先，睇下先。好啦，今日個博完啦，拜拜。